大家好，我係 Winnie 溫哥華嘅地產經紀。今日咧帶大家參觀一個位於 Richmond 叫做 Cavendish 嘅 Townhouse 項目。呢個項目咧就係位於 Steveston North 嘅社區，一共咧就有35個單位，有3房至到4房嘅選擇。價錢咧就係由118萬8起嘅。有部分嘅單位咧更加帶有一個獨立出入口嘅單位啦，可以用作嚟出租，幫補下 mortgage。咁呢個項目嘅所有單位咧就已經差唔多起好晒㗎啦，最快咧就可以喺今年嘅7月入住。大家過嚟睇樓嘅時候咧，可以睇埋實物啦，到時咧就唔使擔心話收樓嘅時候咧有貨不對版或者係爛尾樓嘅問題啦。Cavendish 咧就係由本地發展商 Panache Group 打造嘅。Panache Group 咧就係一個比較全面嘅發展商，佢咧就有自己嘅建築團隊，同埋咧有自己嘅售後服務。咁喺 Richmond 咧都打造過唔少嘅項目嘅，包括有 One West 同埋 Terra West Square。咁近期啲嘅咧就係有50 Electronic Avenue， 就係位於 Port Moody 嘅一個 low rise 嘅項目嚟嘅。呢個項目嘅地址咧就係4045 Cavendish Drive。咁喺呢度揸車幾分鐘咧，就已經可以去到 Steveston Village 同埋 Garry Point Park 嘅。行路幾分鐘咧，就已經有間小學。咁而中學咧就係入到 Hillboy Secondary， 喺呢度揸車去咧，只需要2分鐘嘅車程。咁呢個屋苑咧就係位於內街入邊嘅，附近咧都係一啲 single family home， 所以咧相對嚟講咧就比較清靜。咁而車嘅出入口咧就喺 Number 1呢度。同埋成個屋苑咧就有幾個嘅訪客停車位啦，同埋有一啲室外嘅設施，仲有咧一個俾小朋友玩嘅 play area。Cavendish 咧都提供好多唔同嘅間隔俾大家選擇嘅。今次嘅呢個示範單位咧就係一個 A4 嘅 plan， 屬於一個單邊嘅 duplex 嘅單位，佢嘅價錢咧就係138萬8。咁佢全屋咧就係採用3層嘅設計，有3間套房、3個半嘅洗手間，同埋咧有個可以並排咁樣泊到2架車嘅 side by side garage 嘅。咁 Cavendish 嘅所有單位咧都會有一啲室外嘅空間，咁有啲單位咧就有露台，有啲單位咧就有花園。咁而呢一個單位咧就有一個前院嘅，咁呢個前院嘅空間咧大概就係有200尺，同埋咧所有單位咧都會配備呢個天然氣嘅 barbecue 接駁口。咁我哋而家入去睇下，正門入嚟嘅呢一層咧有第一間套房，呢間房咧可以擺到一張 queen size 嘅床。不過咧就未必有位咧擺到兩邊嘅床頭櫃。如果用嚟做書房或者客房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呢間房嘅套廁咧就係採用浴缸嘅設計。睡房出邊咧就有洗衣乾衣機位，隔籬咧仲做咗一啲儲物架，方便擺嘢。車房亦都係位於呢一層嘅。呢個車房望上去咧都幾闊落。並排泊咗2架車之後呢，隔籬呢仲有一啲空間可以擺嘢。咁所有嘅車房呢已經係 EV ready 噶啦。呢個車房嘅 epoxy 地面呢就係唔包括嘅，不過呢大家可以加錢 upgrade。上到嚟2樓啦，主要嘅生活空間呢都喺呢一層，而且呢一層呢仲有第2間套房。呢一個項目嘅其中一個特別之處呢，就係主層有10尺樓底，高樓底嘅設計可以令到空間感大啲，而且呢個就係一個單邊位嚟嘅，兩邊都有窗，室內嘅光線呢亦都好充足。所有單位呢都會配有 Force Air 嘅中央冷暖氣，同埋呢智能嘅門鐘。廚房就係一個 L 型嘅設計，配有 Fisher & Paykel 嘅電器，包括有36寸嘅雙門雪櫃。36寸嘅天然氣煮食爐、焗爐、洗碗機同埋微波爐。咁我覺得呢個廚房嘅儲物空間同埋台面嘅空間呢都好充足，仲有埋個咁大嘅中島。廚房隔籬呢就有個客廁，呢邊呢就係第2間套房啦。呢間睡房呢可以容納到一張 king size 嘅床同埋兩邊床頭櫃。衣櫃咧就係一個 full size 嘅雙門衣櫃，入邊咧亦都做好咗層架噶啦。呢個套廁咧就係採用花灑淋浴嘅設計，而且咧就係一個明廁嚟嘅。仲配埋2個洗手盆，同埋鏡後邊咧亦都安裝咗鏡櫃噶啦。呢一層咧就用咗1/3嘅空間間咗一間套房出嚟，令到飯廳同埋客廳咧相對細咗。
不過呢一個設計咧就好適合一啲老人家，又或者係一啲唔中意上落樓梯嘅人。咁除咗飯廳、客廳、廚房咧係鋪木地板之外咧，樓梯同埋睡房咧就係鋪地氈嘅。咁我哋繼續上3樓睇下。3樓呢度咧就有第3間套房，呢間房咧就可以擺放到一張 queen size 嘅床同埋2邊床頭櫃。衣櫃入邊咧亦都做好晒層架噶啦。咁呢間房嘅套廁咧就係採用淋浴嘅設計。頭先嘅示範單位咧就係採用深色嘅顏色，呢個廚房咧就係展示咗淺色嘅顏色。發展商會提供深淺兩色俾大家選擇嘅。呢個屋苑嘅管理費咧就係2毫2紙1尺，訂金係10%，需要喺簽約後嘅7日內俾。除咗示範單位嘅 A4 戶型之外咧，發展商仲提供好多唔同嘅戶型俾大家選擇嘅。A1、A2、A3 就係3房嘅間隔，價錢咧就係118萬8至到136萬8。B 就係3房加廳嘅戶型，價錢咧就係141萬8。C、C1、C2 係3房加 lock off 嘅單位，價錢咧就係159萬8至到178萬8。D、D1 同埋 D2 咧就係4房嘅間隔，價錢咧就係137萬8至到168萬8。D3、D4、D5 咧就係4房嘅 duplex， 價錢咧就係142萬8至到168萬8。大家亦都可以去我嘅網站下載戶型圖同埋售樓書。示範單位同埋呢個項目嘅資料咧就啱啱為大家介紹完啦。如果大家想過嚟參觀示範單位嘅話咧，歡迎隨時揾我。咁我哋咧今日就睇住咁多先，下次見，拜拜。